伫咧嘉义县的气温大约有5900多公顷，也进前因为拢无落雨，渔民敢若会当抽地下水来使用。好佳在昨昏伫咧嘉义沿海地区雨水是落袂少，民众也把握机会利用附近的大排替气温添水。大排水用抽水管豆豆啊抽入来鱼窟仔内底，渔民就惊一摆入上济，水质变化上大，影响到鱼窟仔内底的鱼仔。昨嘉义县雨水落袂少。一直淡水的勇士渔民总算是会当较安心。像我本来水位是完全是零的，是整个大屁屁然后现在已经涨了大概有1/3的水量。对啊，然后如果还有别人的，就是最近会有人收成嘛，他们只要把他们的那个水排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多加减再录进去我们的余温了。渔民表示，顶一阵因为无落雨，再加上天气热，大家拢是抽鱼窟仔下骹的水来替换。但是时间久来，水是愈来愈少，而且水的咸度愈来愈悬。加在昨落雨，暂时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昨拄落这个雨来了适时来甲咱补充咱这个水质，含这个水源，对咱后壁为的整个咧饲养来讲，甚至包括咱鱼仔的成长、种种，拢会加有足大的帮助。发展协会表示，昨落雨的时阵，阁有4人拍到变电箱来停电，有造成渔民一寡损失。但是昨的雨有160公里左右，对渔窟仔来讲是上适合的量，总算是解决这半冬来上大的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